今日分享一款潤肺止咳嘅靚湯——鱷魚肉陳皮無花果貝母湯。肉類出水，藥材類簡單清洗。豬展1件，急凍鱷魚肉300克。鱷魚肉富含蛋白質和多種氨基酸，有助於滋養肺部，改善呼吸道問題。新會陳皮2片，理氣健脾，化痰止咳。陳皮浸軟後，輕輕力刮去少少囊。無花果8粒，可以潤肺生津、清熱解毒，而且有豐富水溶性膳食纖維，令你腸道保持健康。原色貝母10克，蜜棗3粒。準備清水1.5公升，所有材料放入煲，大火滾起後轉細火。呢個湯材料簡單，但功效一流，特別適合轉季喉嚨乾癢同有幾聲咳嘅朋友。最後加少少鹽調味，熄火。一碗清甜滋潤嘅日常養生湯就完成。鱷魚肉味道及口感似雞肉，仲含骨膠原及不飽和脂肪酸。如果大家喜歡呢款湯水，記得分享俾身邊朋友啊！